然后高尔宣有上榜。OK， 是娄俊硕的粉丝是不是？对。有去他演唱会吗？没有。有买专辑吗？没有。我们喜欢不需要用金钱。那想必两位应该平常都有在听一些华语嘻哈的音乐吧？听一点点。一点点。有。偶尔。听一点点。那有没有就是平常很常听哪一些就是嘻哈音乐？娄俊硕、瘦子跟高尔宣。瘦子啊，高尔宣。金耀王、Asia、Colorful。国蛋的会听蛋堡、西屯纯爱组、J Roll 跟 LC。华星的那个哈哈吧，我觉得还蛮好笑的。药王回来到啊，婊子要回来到啊。高尔宣的最后一次。MAS23的我不是饶舌歌手。要选一位你们觉得最帅的。MAS23。高尔宣啊，毫不犹豫，毫不犹豫。莫宰阳的未接来电。那如果要选一首就是2020年度嘻哈金曲，你会给哪一首 ？Colorful。是娄俊硕的粉丝是不是？对。有去他演唱会吗？没有。有买专辑吗？没有。我们喜欢不需要用金钱。我会给 Colorful 比较嗨，而且我觉得娄俊硕很帅。瘦子吧，然后我觉得很洗脑。娄俊硕跟瘦子2选1，谁比较帅？一定选娄俊硕。可是我会选，不是我会选瘦子未接来电。那你选哪一首？一样，应该高尔宣的 So Bad。咏春西演的万人敌啊。他们的优点是什么？优点就很炸，就是华星的复兴华文嘻哈的，所以我觉得那首还蛮不错的。因为之前就是其实汤豪做这件事情有被骂说，因为里面有唱一些英文歌词啊，大家都在呛他。我觉得有英文的话还不错啊，因为有英文，就是台湾华语市场可能也比较小，就是比如说像 ADA Rising 那种的话，比较可以吸引到可能是海外的华人，他可能也会注意到，可以唱中文也可以唱英文。我觉得药王的歌都要多听听啊。再来一段，再来一段。你阿妈是智障。很囧时的我阿爷养，也还蛮洗脑的啦。这首歌的副歌，我有蛮推荐的是那个 Pony Fire， 他那一整个 EP 里面我都蛮喜欢他的歌的。西屯的想和你再一次。好，那因为我们前几天有发起一个投票，网友们票选的嘻哈金曲就包含瘦子啊、高尔宣。那这两位你们应该有听过吗？有。高尔宣有什么歌啊？哎呦，很呛哦。没有，因为都是英文，英文不太好。有高尔宣。那瘦子呢？好像有听过，但是没有很熟。称赞他的美。来，现场分给一两句。我不太会。好，那除了称赞他的美之外，还有听过吗？ I don't wanna change you, baby。然后 change。瘦子我没有听过高尔宣的有。Wait 是去年的吗？对，我有听过那一首。知道比较少听。我没有说瘦子不好，但就是我不会去，我到后面不会去听他的歌。他可能是觉得有点太大众了啦。PTT 也有发起这个讨论，前3名也不是瘦子，也没有高尔宣，反而是蛋堡的家常音乐啊，那国蛋的歌，还有一个是金奇和，这3个你们有听过吗？我知道蛋堡还有国蛋，比较少听啊。但知道这个歌，但是知道对。没有，完全没听过。没有，你有听过？我比较没有文化，对不起。我也没有文化，对不起。去年底 PTT 上投票的前3名，蛋堡的家常音乐、国蛋的偷走跟金奇和的不自杀声明。其实我们用台湾达人秀的账号去投票，但第1名是瘦子的 Don't Worry About Me， 第2名是高尔宣的 So Bad。对于这2个差异其实非常大，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？我是没有听过你刚刚说的瘦子跟那个高尔宣的，但很明显知道现在台湾的嘻哈的风气越来越主流吧。现在大家喜欢听顺耳的东西，讲难听一点就是芭乐歌吧。但我觉得大家喜欢就好了。我的意见啊，就是我觉得就是瘦子新专辑的某一首有上榜嘛，但其实我觉得瘦子的新专辑我没有很喜欢。然后高尔宣有上榜 ，OK， 蛋堡跟国蛋。赞的。那有没有期待今年度就是哪位嘻哈歌手？娄俊硕快发专辑，加油，娄俊硕！可是俊硕他不会买专辑，帅哥出就好了。尔轩是不是很久没出歌？是不是跟尔轩有一些这样？我学长吧。那以前尔轩在学校应该是蛮多人觉得他很帅吧？那你那时候觉得他帅吗？我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个人。高雄出专辑，高雄恶心。莫宰阳，加油！我觉得药王应该出一整张的专辑，或者至少来个 mixtape 或是 EP 之类的。所以让他们发专辑会支持吧？LC 吧 ，LC 小光，我蛮期待他今年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，西屯纯爱啊。也没有特别想对谁，但就是大家有在嘻哈圈的都要加油，2021一起加油这样。今天的街访顺利结束啦。那其实，在我们的右手边呢，是去年度 PTT 整理出来的2020年度嘻哈金曲前3名。那这一边呢，是我们用台湾达人秀的账号投票出来的前3名。那其实今天实际上街访问大家之后，榜单呢跟这2个榜单其实都有些。